黃大陸閃兵案出庭忘帶身份證網笑封直宣天兵也算一種兵罷。黃大陸閃兵案今出庭，但卻忘記帶身份證，理由是出門太趕，引起網友討論。有網友在社群平台 Threads 分享此事，笑哭直呼我快瘋掉。貼文不到半天千人轉發，點讚數破4萬。不少網友傻眼問到他腦袋是不是真的不太好。網友熱議黃大陸出庭忘記帶身份證，並翻出他過去天兵事蹟，包括過往簡廷睿補辦婚禮的新聞中，簡廷睿提到我的少女時代一票演員唯獨黃大陸缺席他婚姻的原因竟是記錯時間，以及2016年黃大陸出席 MEMA 頒獎典禮時口誤說出滿滿的大平台，讓該詞爆坑，成為網路迷因。不僅如此，這次黃大陸閃兵調查過程中還被查出涉嫌涉教唆打人，而原因竟是不會開特斯拉車門與司機起衝突。網友盤點黃大陸天兵之舉，直宣天兵也算一種兵罷。他根本就不用造假，真的笑爆了。還有人直言現在覺得他傻的不忍心罵他了。